就喺今年嘅4月份啊，全球韓娛圈被兩大重磅消息刷屏。有意思嘅係呢兩大消息係有住千絲萬縷嘅關係嘅。BigBang 嘅3個人登上 Coachella 音樂節獻唱，喺唱到春夏秋冬嘅時候，特登保留咗 Top 嗰一 part， 但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。而 Top 都幾乎係同時帶住佢久違咗13年嘅個人新專回歸。咁有細心嘅聽眾好快就揾到歌曲入邊佢對 BigBang 時期嘅種種回憶。咁既然大家都咁中意咁掛住對方啦，咁點解喺2023年佢官宣退團嘅時候，明明冇粉絲逼退，冇成員排擠，亦都冇公司明確放棄，但係佢就態度堅決，唔單止刪晒所有 BigBang 相關嘅內容，仲喺大團隊名嘅圖片上面打咗個交叉，執意同陪佢登頂巔峰嘅團體劃清界線呢？就算係佢而家發咗個人新專之後，BigBang 3個人都喺 Ins 上面發佈專輯嘅封面幫佢宣傳，但無論係網上又好，線下都好，佢同 BigBang 嘅3個人依然係零互動。點解佢寧願背負忘本嘅罵名都要咁執着呢？咁帶住呢個疑問，八公碌不我陪大家梳理 Top 嘅完整聲路，還原爭議背後最真實嘅崔勝元。嗱，咁就算係粉絲啊，可能都有唔少人唔知道Top 喺入去 BigBang 之前，早已經喺韓國地下說唱圈係小有名氣嘅 rapper 嚟㗎啦。1987年出世嘅崔勝元，細個就對 hip hop 音樂非常痴迷，喺10幾歲呢就開始喺地下舞台表演啦，用藝名 Mark 積累咗一批嘅早期粉絲。佢把聲天生低沉厚重，啲 flow 又穩，氣場又強，喺同齡人入邊啊非常突出。所以就算淨係喺地下嘅小舞台，都可以憑借獨特嘅聲線同埋紮實嘅說唱功底，令人一眼記住。但係佢嘅出道之路開頭就冇咁順利啦。最早參加 YG 選秀嘅時候，佢因為體型偏肥啊，形象唔符合偶像嘅標準，直接俾人哋 foul 咗。咁當時同場參加選秀嘅呢，仲有佢嘅好朋友權志龍。GD 一眼就睇出崔勝元嘅說唱天賦，深知佢係一個可遇不可求嘅人才。於是佢就極力向楊賢碩社長推薦啦，話佢嘅 rap 絕對係組合入邊不可替代嘅，只要瘦翻落嚟一定得。咁喺 GD 嘅推薦同埋鼓勵下，崔勝元開啟咗近乎自虐嘅減肥計劃，每日嚴格控食加高強度訓練，短短幾個月啫嘛，就暴瘦咗成幾十斤，直接從一個肥仔蛻變成為身形挺拔、氣場爆棚嘅靚仔。唔係再次參加選拔嘅時候就順利通過，成功攞到 YG 練習生嘅名額。嗰段練習生嘅時光啊，佢比所有人都努力，每日都困喺練習室入邊打磨說唱技巧，練習舞台表現力，去彌補自己喺舞台上面嘅不足。之所以咁努力啊，都係為咗唔辜負 GD 嘅信任，亦都唔辜負自己嘅天分。咁去到2006年嘅8月19日，BigBang 正式出道，崔勝元以 TOP Top 為藝名，以團隊主 rapper 嘅身份企上咗屬於佢全新嘅舞台。呢一年佢19歲，冇人可以估到啊，呢個曾經被淘汰嘅地下少年會喺未來嘅10幾年入邊同 BigBang 一齊改寫韓國流行音樂史，成為全球韓娛圈不可忽視嘅傳奇人物。2007到2015年絕對係 BigBang 嘅黃金時代，亦都係 Top 職業生涯最耀眼、最無可替代嘅階段。喺呢幾年入邊，組合憑借謊言、一天一天、Fantastic Baby、Bang Bang Bang 等一首首神曲橫掃韓國樂壇，包攬各大音樂獎項。唔單止喺韓國本土人氣爆棚，更加係衝出亞洲，走向世界，成為全球頂級 K-pop 男團，甚至被外媒稱為韓國流行音樂嘅名片。喺呢個傳奇組合入邊，Top 嘅角色非常特殊，亦都係無法被替代嘅存在。首先，佢把聲非常有辨識度，低沉磁性自帶壓迫感，同其他幾位嘅台風可以完美互補。第二，佢台風冷酷、霸氣、高級感十足。第三，佢歌詞創作能力突出，好多經典嘅說唱段落都係出自佢手上嘅。而生住咁樣一張又靚仔又冷峻嘅面嘅佢，喺落咗舞台之後，居然因為中意惡搞，個人又呆呆地嘅搞笑反差性格，非常之有綜藝感，反而令佢成個人設更為之立體，更受大家嘅喜愛。咁而除咗團體活動之外，Top 嘅個人發展同樣亮眼，實現咗歌手、演員雙開花，成為3棲嘅全能藝人。去到2010年
佢同 GD 推出限定組合 GD and Top， 發行同名專輯，主打歌 Hi Hi Oh Yeah， 一經發佈就橫掃各大音樂榜單，成為 K-pop 史上最經典嘅小分隊之一。同年佢都開始跨界演戲，主演戰爭電影《到炮火中去》，喺電影入邊飾演一名熱血青年，憑借真摯自然嘅演技，一舉獲得韓國青龍電影獎最佳新人男演員、百想藝術大賞新人獎，從偶像歌手成功轉型為實力派演員。之後佢又出現咗 Iris、老千二神之手等等嘅影視作品，演技獲得業內人士同觀眾嘅一眾認可。2013年個人單曲《Dum Da Da》發佈，呢首歌嘅風格怪誕前衛，藝術感極強，打破咗傳統 K-pop 嘅束縛，融入咗多種小眾音樂元素。MV 更加係充滿咗抽象藝術氣息，就算唔打歌，依然喺樂壇引發咗巨大嘅討論，成為佢個人音樂風格嘅標誌性作品，亦都令更多人睇到佢喺音樂上面嘅野心同埋才華。嗰段時間嘅 Top 可以堪稱係韓娛圈嘅六邊形戰士，偶像、rapper、演員三棲全能，人氣、實力、口碑直接去到天花板嘅水平，係無數人心中嘅白月光級嘅藝人。咁如果話前面嘅歲月係一路向上嘅星光，係萬眾矚目嘅巔峰，咁嚟到2016年就係 Top 人生最陡斜嘅下坡路，亦都係佢事業同形象嘅全面崩塌點。2017年，韓國警方公布咗一則震驚全網嘅調查結果， Top 涉嫌多次吸食大麻，同前 YG 練習生一齊涉案，證據確鑿，無可辯駁。呢個消息一傳出嚟可以話係全網轟動。喺韓國吸毒對藝人嚟講係一個致命嘅污點嚟嘅，唔單止違背法律同埋公序良俗，更加直接摧毀咗大眾對藝人嘅信任。而且佢嘅粉絲有唔少都係未成年人，所以唔單止傷害咗粉絲嘅心，亦都為社會帶嚟咗不良嘅影響。呢件事曝光之後，正喺度履行緊服兵役義務嘅佢，被立即解除義警職務，轉為社會服務要員，繼續服刑。佢嘅大部分演藝活動全部被迫暫停，廣告代言集體解約，已經拍攝完成嘅影視作品被無奈下架，原本一片光明嘅事業，一夜之間化為咗泡影。面對鐵證如山嘅事實，Top並冇去辯解，反而主動承認咗自己嘅錯誤，公開發佈道歉文話：我犯咗無法原諒嘅錯誤，令好多人失望。我會用一世嚟反省，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嘅責任。但係呢個道歉始終冇辦法挽回崩塌嘅形象。曾經嘅頂流藝人，一夜之間淪為神憎鬼厭嘅塌房藝人，從巔峰跌入到谷底。呢一年係佢人生同事業嘅絕對分水嶺。前半程有幾咁輝煌，佢後半程就幾咁狼狽。佢用自己嘅錯誤，親手毀咗自己多年努力換翻嚟嘅一切，亦都為 BigBang 呢個團體帶嚟咗巨大嘅傷害同負面影響。2019年7月6日，Top 正式退伍，佢冇高調露面，淨係低調咁舉辦咗小型粉絲見面會，再次為當年嘅錯誤道歉，表達重新開始嘅決心。喺退伍之後嗰幾年入邊，佢徹底淡出咗娛樂圈，唔參加任何公開活動，清空社交平台大部分嘅內容，遠離輿論中心，將重心放喺自我反省同埋畫畫等等嘅興趣愛好上面。間唔中佢都喺社交媒體分享日常，字裏行間充滿住沉澱同埋愧疚。而外界對佢嘅評價都兩極分化，一部分人認為佢已經付出咗代價啦，反省誠懇，應該俾佢重新做人嘅機會；而另一部分人就堅持認為吸毒零容忍，認為佢嘅錯係不可原諒嘅，唔應該再出現喺公眾嘅視野。咁面對各種各樣嘅聲音，Top 始終係以沉默應對，唔辯解，唔急於證明自己，默默攞時間嚟消化錯誤，等待復出嘅時間。而與此同時，BigBang 嗰邊亦都經歷住各種各樣嘅變動。勝利因為負面事件退圈，組合陷入停滯，5人完整體回歸越發渺茫。而 Top 同埋 YG 嘅合約亦都逐漸到期，為後續退團埋低咗伏筆。對於 BigBang 嘅粉絲嚟講，5人完整體回歸係刻喺心底入邊嘅執念。我仲記得當年 BigBang 上周偶嘅時候，同主持人約定咗喺兵役之後再次以完整體上節目嘅約定。但隨住勝利事件嘅爆發，Top 嘅涉毒成員合約嘅陸續到期，
呢個執念應該係冇辦法實現啦。2022年，BigBang 以4人陣容，即係 GD、太陽、大星、Top 發佈單曲《Still Life》，即係春夏秋冬。呢首歌又溫柔又治癒，歌詞入邊隱藏住對過往嘅回憶同對未來嘅期許，一經發佈就引爆全網。而呢首亦都係 Top 最後一次以 BigBang 成員嘅身份參與嘅作品。同年，Top 同 YG 娛樂嘅合約正式到期，佢選擇唔再續約，分道揚鑣。2023年，Top 通過個人社交平台同媒體採訪，正式官宣咗一個令所有粉絲都難以接受嘅消息。佢話：我已經離開 BigBang，未來唔會再以團體成員身份活動，而且可能係為咗表示自己同團體徹底切割嘅決心，佢做出咗一系列好決絕嘅行動。刪除社交平台上所有同 BigBang 相關嘅內容，包括團體合照、舞台視頻、成員互動等等，喺一張帶有 BigBang 團體名嘅圖片上打咗個交叉，明確表達咗自己唔再同團體有牽連嘅態度。甚至喺俾人問及同前隊員嘅關係嘅時候，亦都只係好簡單咁回應各自安好。Top 嘅退團正式宣告 BigBang 5人時代嘅徹底落幕。之後 GD、太陽、大星3個人確定以團體形式繼續活動。咁喺退出 BigBang 之後，Top 並冇徹底消失喺公眾視野，反而選擇以演員身份慢慢復出。2024年 Netflix 爆紅嘅劇集《魷魚遊戲2》正式官宣咗演員陣容， Top 嘅名字好顯眼咁喺入邊出現。呢個亦都係佢退伍之後首次出演影視作品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即時引發全網嘅熱議，因為有唔少嘅網友認為唔應該選擇有前科嘅演員。而導演黃東赫喺接受採訪嘅時候就解釋話，佢嘅刑期已經結束，呢幾年嘅反省態度亦都非常誠懇，而且試鏡時候嘅表現非常優秀，完全符合角色嘅氣質。我認為應該俾佢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。魷魚遊戲2播出之後，果然冇辜負大家期望，收視率同口碑雙豐收，而 Top 喺劇中嘅表現亦都得到咗觀眾嘅一致認可。但係當然啦，亦都有唔少人認為佢喺劇中係本色演出，因為演嘅都係一個吸毒嘅人。但我個人認為佢呢個演出更加似係一種自嘲，係佢終於夠膽面對當初嗰一個墮落嘅自己，而且夠膽展示俾大家睇啦。而呢一個角色最終死亡嘅結局，我認為亦都係代表住佢已經跨過咗嗰一個自己向前一步嘅決心啦。但真正令佢重新翻到樂壇中心，再次引發全網關注嘅，仲係2026年4月3號 Top 發佈咗自己出道20年以嚟首張個人正規專輯 Another Dimension。呢個亦都係佢時隔13年再次發佈完整嘅音樂作品，承載住佢對過往、對音樂、對自我嘅全部思考。呢張專輯嘅亮點亦都非常之多嘅，一共收錄咗11首歌，雙主打《完全瘋狂》同《Desperado》。呢兩首歌，一首動感復古，一首深沉內斂，完美展示咗 Top 多元化嘅音樂風格。而專輯都邀請咗格萊美級別嘅製作團隊傾力打造，編曲精緻，製作精良，藝術感極強。而當中更加引人關注嘅係，專輯入邊好幾首歌嘅歌詞都直面咗自己當年嘅爭議，對過往嘅反省，對粉絲嘅愧疚，同埋對前隊員嘅複雜心情，被唔少網友解讀係寫俾 BigBang 嘅告別信。呢首專輯發佈之後，GD、太陽、大星等等嘅前隊友好快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公開為佢宣傳。GD 發文話期待已久，好好行落去。太陽都分享咗專輯嘅封面，而且配文話加油哥哥。呢份兄弟情令唔少粉絲為之動容，亦都引發咗 Top 係咪會回歸 BigBang 嘅再次討論。但係爭議都好快揾上門啊！專輯入邊好多首歌因為歌詞太過直白，被韓國多家電視台判定為唔適合播出，亦都令佢再次被推上輿論嘅風口浪尖。有人就撐佢話啦，敢作敢為唔係喺度詐死，認為佢只係坦誠咁表達內心。但亦都有人吐槽佢話消費爭議博取眼球，依然唔買賬。咁面對住咁多嘅爭議，Top依然保持住自己一貫沉默嘅風格，冇過多去辯解，淨係專注於自己嘅作品同事業上面。對於回歸話題、過往爭議等等嘅敏感話題，始終避而不談。
可能都係因為咁啊，所以喺專輯發售幾日之後嘅 Coachella 音樂節上面，當 BigBang 表演春夏秋冬，舞台音樂入邊保留住 Top 嘅專屬 rap 段落嘅時候，好多粉絲都破防，認為呢個係三個人對 Top 嘅思念，亦都係對五人時代嘅致敬。但就算舞台上保留住佢聲音，Top 始終冇喺現場現身，冇驚喜回歸，亦都冇任何嘅公開回應，好似同呢一個曾經屬於佢嘅舞台徹底劃清咗界線咁。呢個時候，好多人心入邊嘅嗰個疑問又重新浮現出嚟啦。點解 Top 仲唔回歸呢？佢真係唔中意 BigBang？佢真係想同 BigBang 斷絕關係？我覺得早喺2023年嘅採訪嘅時候，佢一早就俾出咗答案啦。喺採訪入邊，佢坦誠咁講咗自己退團嘅原因。我當年犯下嘅錯誤，為團隊、公司、成員以及粉絲帶嚟咗巨大嘅傷害同損失。我唔可以再拖累佢哋，亦都唔可以因為我嘅存在影響 BigBang 嘅發展。主動離開係我可以為呢個團隊做嘅最後一件事，亦都係對過去嘅一種告別。冇錯，大家都係人，將近成20年嘅感情，冇可能因為自己嘅一次過錯就全部抹得甩嘅。同自己最輝煌時期嘅同伴一齊登上一個大嘅舞台，呢個諗法冇人可以輕易拒絕。但可能正因為呢班同伴係佢一直最珍視嘅人，佢唔想令佢哋受到影響啊。正如姜文《讓子彈飛》入邊嗰句說話咁，你對我唔重要，但係冇你對我好重要一樣。喺 BigBang 嘅舞台上冇佢出現，反而係佢認為對 BigBang 最重要，亦都係佢唯一嘅解法。所以喺 Coachella 嘅舞台上面，當春夏秋冬播到 Top 嘅部分嘅時候，更加似係 BigBang 三人喺度隔空回應緊佢。我哋知你唔想上台，唔緊要嘅，但起碼今次俾我哋帶住你嘅聲音一齊企上 Coachella 呢個世界舞台啦。回顧 Top 崔勝元呢20年嘅聲路，有輝煌，有低谷，有榮耀，有爭議。佢嘅人生就好似最真實嘅娛樂圈縮影咁，既有天賦同努力帶嚟嘅光芒，亦都有衝動同埋錯誤帶嚟嘅陰霾。Coachella 嘅舞台仲喺度回響緊，Top 嘅新專輯仲喺度被熱烈討論。傳奇並冇結束，只係換咗一種方式繼續。BigBang 嘅三人之路仲喺度繼續，Top 嘅個人之路亦都喺度前行。佢哋可能唔再係肩並肩啊，但曾經嗰份回憶，曾經嗰份輝煌，永遠唔會被忘記。好啦，呢期節目就講到呢度。咁如果你有關於 Top、BigBang 嘅回憶或者睇法，都歡迎喺評論區入邊理性交流。我係八公碌斌，帶你換個角度睇娛樂圈，解鎖更多不為人知嘅娛樂圈故事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！